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啊，今日介紹銀湖天科個兩房單位，咁實用面積572尺。咁近期銀湖天科兩房嘅放盤量咧就多咗少少，但係叫價咧就會比較高咗嘅。咁呢個單位基本上都要8字頭嘅。咁啊，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嘅間隔先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單位有個小嘅玄關啦。客飯廳，咁呢邊係向南，呢邊係向北，咁啊連住嗰個工作平台。單位嘅廚房，露台嘅景觀，咁呢一隻單位呢隻直咧個洗手間咧係有窗嘅。細嘅睡房，主人房。嗱，其實而家大家見到呢個主人房窗台咧，咁會有啲業主咧會將呢張床咧做埋上去窗台上面嘅，因為呢個窗台啱好夠大。咁呢個主人房咧又係通風窗。亦都可以做個高身衣櫃。如果大家對銀湖天科有興趣，或者對馬鞍山市中心所有單位有興趣，都call我聲啦。電話係9092703290927032，咁你電話。